我係你哋嘅導遊榮仔，各位旅遊歡迎參加上旅遊珠海、澳門純玩2天團，團號 CSAZ02AL，一生必睇，重遇歸來，全新元素經典王牌 show，水舞間強勢回歸。今次特別安排專享座位，欣賞殿堂級水上表演水舞間，感受星光特技同水上表演嘅視覺震撼。保證你睇到嘩嘩聲啊！跟住去到珠海漫遊勝利之街，重溫舊日街巷風貌。呢度打卡滿滿都係舊時光嘅痕跡。四季果園原來時令鮮果，人成唔嬲，鍾意食幾多就幾多。入住銀都酒店，客房舒適寬敞，配套設備完善。食宿休閒應有盡有，至尊霸王燒鵝宴嚴選頂級靚鵝，古法排爐炭火燒製，食神級泥煨雞宴，體驗地道傳統風味。提你上旅遊全線團隊都係香港出發，就晒你哋，團費1299，2天團睇水舞間食燒鵝住靚酒店，快啲嚟報名啦！